重煉傳說新生王篇，作者阿暖。第274章，為了小群。天佑哥，你沒事吧？痛不痛？葉群察看着天佑的傷勢，天佑透了一口大氣，已經立定了主意。他雙手搭在葉群的肩膊上，盯着他的雙眼，認真道：小群，宣揚學長的話是對的。現在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握你所能夠得到的珍貴機會，成為你所能達到最強的練能力者。天佑哥，你要拋棄小群了嗎？葉群嘴巴都扁了，眼淚嘩啦嘩啦地掉下來。天佑哥不是這樣的意思。一直以來，小群都在跟着我的後面追趕，而現在呢，我們的角色應該要調轉過來了，就由小群先走在前頭，讓天佑哥在後面追趕你吧。小群成長得越快，變得更強，這都會成為天佑哥的推動力，也會刺激到我不斷進步。所以，為了天佑哥，小群你必須要變得更強，因為天佑哥總是會追上來的。若是小群不認真修煉的話，到了天佑哥從後趕上時，你就再也跟不上我了，知道嗎？葉群聽懂了天佑哥的意思，小群明白了。作為我最崇拜的天佑哥，是永遠不會被甩在後面的，否則的話，天佑哥就不是天佑哥了。孫楊呸的一聲，把咬着的竹葉吐出來。他不恥道，大言不慚。沒見過這麼沒有自知之明的人。這一刻，在天佑的腦海中，已經浮現出10個當場擊殺孫楊的方法。可是他轉念又想，要是他殺了孫楊，就等於是跟袁仲派開戰，也意味着葉群很可能會放棄袁仲派那邊的機緣了。為了葉群好，至少在今天，不能動孫楊。天佑目露鋒芒，盯着孫楊道：孫楊學長，你當日所贈的加里寧水晶塔真的非常好用，多謝你了。練氣塔之恩，我一定會還的。孫楊不禁吞了吞口水，可是他轉念想，我到底在怕什麼？我可是堂堂4年級生，經過了3次榮譽學季的洗禮，我的練能力值遠遠高於眼前這名區區新生。我孫楊會怕他？呵，你最好能活到那一天。孫楊強自穩住，回嘴道：葉群已立定主意要接受袁仲派的安排了。天佑哥，小銘就由你照顧着吧。要注意看哦，有時候他對你咆哮，其實是在撒嬌，你別動不動就出手咒他，不然他不會跟你親近的。我知道了。天佑從寵物腰帶中取出從囚心灣中得到的各種礦石，這些都是製作妙溫囚心龍的原材料。這些礦石我用不着，你就拿去吧。這是什麼？天啊，都是6、7星的礦石，袁仲派內部都不易得到的好物，竟然有這麼多。袁仲派的師兄師姐們看到這些礦石都呆滯了，就連孫楊都失態地流起口水來了。真不愧是拿到5萬榮譽點的超級新人，帶着這批材料回袁仲派，他在派裏的地位又會大幅提升了。小群，還有這些。天佑把餘下一半的囚心琥珀都給了葉群。天佑哥，我怎麼可以收下這些？這都是你和小銘的收穫吧？別拒絕，你不收下的話，就是瞧不起你天佑哥，認為我不可能再得到同樣的寶物了？當然不是。葉群唯有收下。他的臉黑紅紅的，感受到了天佑對他的一片好意。好了，走吧。榮譽學季分秒必爭，我們都不要浪費時間了。天佑道。兩人揮別，葉群依依不捨地跟着眾人離去。天佑哥，還沒走出視線範圍，葉群突然一個轉身，又再奔回到天佑的懷抱裏去。葉群那柔軟的嘴唇印落在天佑愕然的唇上，夕陽下，兩人的身影重疊在一起，久久才不捨地漸漸分開。天佑哥，
請你記得小群的心，永遠是向着你的。保重。天佑目送着葉群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視線裏，仿似他心裏有重要的一塊，被葉群的一吻所偷走了。天佑深呼吸了一口，把這一吻的餘韻深深收藏在腦海裏。接下來，他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榮譽學季裏去了。事不宜遲，要馬上接任務，追回積分。天佑馬上趕到校園廣場。此時的廣場上冷冷清清，人潮疏落，跟之前的擠得水泄不通，喧鬧不休，氣氛完全不同。他來到了新生任務的屏幕前一看，就看到了頂部的一條極之顯眼的公告：榮譽學季第一階段，倒數6天又22小時05分，休整區狀態開放。原來榮譽學季的第一階段已經進入了最後6天的倒數。天佑隔空點了點公告，他的腕錶隨即接到了詳細信息。榮譽學季的第一階段，同學們透過完成各種期間限定的任務，以賺取榮譽點數、修煉機會以及各種獎賞等等。其實這只算是學季的熱身階段罷了，因為在這個階段，大家都是在各自做自己的任務，危險性有限，而且同學之間嚴禁賭鬥廝殺，故此在這個階段，重點還是培養多於競爭。在這個階段是比較容易去累積榮譽點數的。當到了第二階段，只要賭鬥失敗，榮譽點數就會被勝方奪走，非常殘酷。榮譽學季結束前的最後10天，也是校方向所有同學開放的休整窗口。在這段期限裏，各校園內所有商店及輔助學部等都會開放，供同學們作休整之用，例如是練氣和禁制、購買裝備和藥物，或是交易從任務中得到的獎賞，又或是修煉得到的新功法之類。廣場上再沒有什麼人在交接任務，大概是大部分同學們都已經開始休整，準備迎接學季的第二階段了。甚至在任務屏幕之上，不少任務都已經進入預時關閉狀態，或是顯示完成任務人數已經額滿了。還有空缺的開放任務已經不多，而且都是一些 K 或 L 級的最低級任務。所有高級的任務都已經停止開放了。咦？慢着，這學季第一階段還有晉級門檻啊！晉級至第二階段的最低積分是800點。天佑頓時急了，他掃了掃屏幕上還剩下的幾個任務，每個任務只能夠得到1次榮譽點，這全部任務加起來，最多只能夠得到300個榮譽點罷了。還沒有絕望，只要把任務作完美通關就行了。天佑想也不想，就選了一個任務，然後飛快趕到前往任務地點的傳送點去了。而當天佑走了不久，在附近一名悄悄埋伏着的女子走了出來。她確認一下天佑剛才所接的任務之後，自己也接了同樣的任務，然後便遠遠跟在天佑後面。L 級任務替牧羊人趕羊，任務的地點在距離帝京不遠的一個煉界原居民遊牧區。此地的牧民以養羊為生，不過煉界的羊群脾氣較差，不好馴養，常常有走失的情況出現。這個任務的重點就是要替牧民把外放吃草的羊全部安然無恙地趕回羊圈裏去。這算是帝京的一項回饋社會的義務勞動吧。牧羊人土伯難得地享受着悠閒的時光。哎，天佑同學麼？難得有帝京的同學好心去做這個沒有什麼獎賞的任務，土伯謝謝你啦。我的腰也可以休息一下了，最近常犯痛呢。這活兒雖然沒有什麼危險性，可是要讓一頭羊都沒走失，倒是有一點兒難度的。不少同學為了找齊失羊，往往一找就是好幾天。祝你好運吧。貢獻點不多，卻花時間，所以這任務被稱為雞肋，就是食來無味、丟掉又可惜的意思。天佑同學才去了沒多久，土伯連水煙都未吃完一瓶，
遠處就傳來了越來越大的騷動，沙塵滾滾的樣子。看清楚，原來是自己的羊群，正在蜂鳥似的朝向自己狂奔而來。而緊跟在羊群之後，卻竟然是一頭渾身燃燒着紫金火焰的半身骷髏。胡哇！半身骷髏瘋狂咆哮，嚇得那些酷愛自由、常常胡亂走失的羊群都屁滾了流地逃命。結果還是逃回了自己的羊圈裏去，才總算是安全了。498499500，所有羊都回來了，只花了半個小時，厲害！胡哇！只見小銘又出去飛了一圈後，竟然又趕回30-40頭羊。這些都是以前走失了的羊，或是從其他羊圈裏走失，已經變成野羊的。讚了，讚了！土伯竟然無端端多了幾十頭羊。他當了這麼多年的牡羊人，從未試過趕羊回來，羊隻的數目會增加了的。還沒完呢，小銘，過來這邊。天佑在遠處喊着。土伯遙望遠處，只見那位天佑同學跟那半身骷髏合作，竟然前後圍殺了一整群野狼。這些野狼又是另一個令羊隻損失的大患啊！小銘吃狼肉吃得爽了。嘟嘟嘟！天草堂的天佑同學完成了替牧羊人趕羊的任務，得到完美通關榮譽點數100點。另外尋獲走失羊隻43頭，每頭可獲額外榮譽點數2點，共86點。完成滅絕狼群成就，可獲榮譽點數200點。獎賞：極品狼皮大衣2件。好，憑一個任務就拿到300多點了。小銘，我們走。天佑又趕回帝京去接下一個任務了。本章節完。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重練傳說，目前原文進度已到第8季，歡迎免費閱讀、訂閱或購買實體書。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